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总决赛。首先要请出的第一组登场的选手，是来自新疆喀什的，传承了千年民族绝技，行走在白云山水之间的空中行者达瓦兹少年团，掌声有请。 达瓦兹在卫历是勇气的代名词。他想告诉天地丰富就在我们脚下，每次胜出都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征途。哦，哇哦，哦！这是在 出赛中国人半决赛如此重要的时刻，我们出现了严重的失误，所以这次我们要重新挑战上一次失败的项目，战胜自己，让大家看到我们达瓦兹人的坚强勇敢、向下出缩的精神。 加油加油！那儿，在那儿。哦，阿迪里。他直接穿着生活中的鞋。对。对他而言真的如履平地了哈。 高跟鞋，高跟鞋又来了。这是一个新的圆的一个环，这是个新的动作，应该是一个。哦，独轮，哎，哇，这高跟鞋。 还是高跟鞋上，对，还是独轮，我天哪！哇！别吓我了，他来回摇摆，难道他要跳绳吗？跳绳？哎呦！不着急，要跳绳吧？找好平衡再跳，别着急。漂亮，漂亮！哎呦！啊！而且他还是双腿双跳。